他让我那个专心唱歌了。哎呀，好不容易前面的气势，好，不好意思，要听我表演的观众朋友，这不是我表演的常态。这样我想要唱红红红的一句说一下。好，我先把这首歌唱完，让我专心一点。奇异的妇人，给你掌声好不好？